事關咧，之前肥妹咧就喺 IG 度分享咗個 Q&A 啦，發現咗一個問題，好有深度嘅，我覺得就係話女仔係咪真係寧願揀一個事業已經有成嘅男人啦，而唔會揀一個仲努力緊嘅男人？請呢位女士如何作答咧？如何作答？咁首先咧，睇下呢一條問題咧，我係幾多歲去睇到呢一條問題嘅？如果當初我17歲嘅時候睇到呢條問題嘅話咧，無論事業有成又好啦，定係呢仲係努力緊嘅狀態都好咧，我都冇問題，因為我只會跟我自己個 feel 去同呢一個男仔去拍拖。即係其實好老實講，我同大寶啱啱一齊17歲嘅時候，都冇講話事業穩定啦，係講緊連揾份工都仲未有嘅狀態嚟嘅。戇鳩仔嚟。係啦，咁所以但係我嗰陣時係好有意識話俾自己聽，我唔需要一個事業有成，都唔需要一個好有錢嘅男朋友，但我需要有一個上進心嘅男朋友，標係咁樣。但係如果而家我25歲嘅狀態睇到呢一條問題嘅時候咧，首先一樣嘢，我係唔會揀一個仍然努力緊嘅男人咯。但係我覺得就算唔好話事業有成，都一定要事業穩定咯。因為我自己覺得已經去到25歲、26歲呢個階段，你自己唔食都好啦，咁你都要為你爸爸媽媽咧，你自己唔食之餘，咁你都需唔需要俾家用咧？即係如果你仲係努力緊嘅狀態嘅底下，咁我就會諗，咁你俾到未來我咧？好老實講啦，首先情侶之間行唔行到落去，90%嘅問題都係呢啲柴米油鹽嘅問題嚟。就算我幾愛你都好，你仍然依家呢個階段仲係啱啱開始嘅狀態，都唔需要話諗唔諗結婚。你之後過多1-2年，你都可能會俾因為家庭嘅因素啦，或者可能啲金錢上嘅問題壓垮咗你哋兩個。補充一點咧，好多男仔啦，聽到呢一步就話呢個女仔唔肯同我捱啊，唔值得一齊。有一句説話好簡單，總之就係對的時間遇咗錯的人，錯的時間遇咗對嘅人。即係我成日咧都同啲細過我少少嘅人講啦，即係無論男仔定女仔都好啦，我都會講你哋一定要去賺錢，因為你揾錢時候，你無論乜嘢自由你都可以實現到。呢啲錢你唔係俾人使，呢啲錢係俾你自己嘅底氣。好多人都會聽到話，哇你咁現實嘅。首先，如果我喺17歲嘅時候，或者可能我仲有青春底下嘅時候，我係唔會咁現實啦。但係好老實講，已經去到25歲呢啲中段嘅年紀嘅時候咧，我會諗一樣嘢，我就唔可以再咁自私啊，因為我身邊可能嗰啲後面我都有好多突如其來嘅意外要自己背負。咁你話現實，每個人都會站喺自己角度為自己諗一啲將來嘅嘢，所以係好正常嘅事情，所以就只可以講大家時間啱唔啱咯，我覺得。好啦，今日。